当然哦，爱过马路爱先看公务车哦。好，创啥啦？行路袂看路，不要行慢行。下下高中学生以英语、台语、国语，将交通安全宣导用于剧情，生动佮趣味的演出，互台下观众笑声不断。为着响应交通部交通安全为主题，台南市配合中央人本交通天然文化的重要政策，对学生同学安全的环境投入不少经费，改善学校周边的软硬体设施。我们从硬体跟软体方面的改善的双管齐下。硬体的部分，我们对于路口的设计，包括行人专用石像，还有包括路口的改善，这些在做。那另外软体的部分，我们希望驾驶人跟同学都能养成，跟我们的市民朋友都能养成安全通行的习惯。教育局也全面推动交通安全课程，同时透过跨局处合作，让学生为日常生活当中学习交通安全教育，将交通安全观念扎根。而这个安全通行，我们事实上要从小开始，因此呢，我们从台南市属的国中小开始推动交通安全教育，那也希望这个教育能够深植人心。那从根从治标跟治本都一起来做。教育局表示，交通安全月以车辆慢看停、行人安全性为口号，并以车辆慢看停、行人停看停为宣导重点。希望各校会当落实课程执行、活动宣导，培养囡仔的交通安全素养。车辆慢看停，行人安全行，Go Go Go！ 台南新闻顺怀采访报道。